你哋咧有冇支持邊一隊世界盃嗰啲球隊啊？我就最支持法國啊！有我呢個 wallpaper 嘅奧利斯啦、麥巴比啦、丹比利啦、道爾啦，全班都係好勁嘅前鋒邊鋒，我一定會賭法國贏，又或者英格蘭啦，英格蘭都勁嘅，有比寧咸、Harry Kane、薩卡，就賭呢兩隊啦。我想知道你哋撐世界盃邊隊球隊？你快啲嚟喺我嘅留言區度講出你最支持嘅邊一個國家啦！